迎古厝的囡仔遐囡仔子来到大兴河，来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我是天后小领队。真好，来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柯娇晴。大家好，我是关品辉。大家好，我是邓逸璇。逸璇，大家好，我是李行哲。恁来大兴河是要创啥的？提保中。要来提保中的小静，小静，红小静。叫我上来创啊！囡仔遐囡仔子来到遮，就是要来提保中，一支手机啊，伫遐撸。你哦，莫甲我讲话啊！我即摆哦，搁甲我迄网友吼，咧传吼，伊咧甲我关心。关心啥？哎哟，我甲伊讲啊，伊对我足好诶哦。平常时啊，我有无食饭哦，伊会讲啊，你会记食饭啥物诶，足关心我诶啦。伊即摆吼，伊可能是要约我出去哦，啊吼，伊就讲吼，叫我吼传迄相片互伊，传吼地址。你感觉我要传地址互伊无？哈？哈你感觉讲爱传？袂使。有听到是啊，无？我袂使，我甲你讲啦，伊真正对我足好诶哦。阮才开工3工尔，我感觉吼，甲伊吼，安尼熟识足久诶，敢若是非常好诶朋友啊。三工爱传？对啦，对，我来讲，你来甲我道歉，来，紧来。无人要甲你斗三工，袂当哦。哦，就当衰咧，你想我？啊，无你家己翕啊，阮无要甲你斗三工。你真正有够当衰。小朋友，咱来看伊到底要创啥？来，我就甲你讲，袂当家己的资料传互别人啊，对不对？我一定甲你骂来。啊，先怎啦？哎，白大兄啊，你敢你敢骂？啊，搁拗嘟嘟，创啥啦？啥物代志哦？就是小静想要甲家己的相片互伊的网络顶悬的朋友。网络顶悬的朋友，伊要传伊的相片互伊，毋是相片尔，是自己嘛要互别人车混人。传到天分人。对。你敢知熟悉？怎啊？安怎？伊讲哦，我无传那哦私密的相片互伊吼，伊就要吼来咧大兴路101号来找我，要甲我找麻烦。伊要找你麻烦？小静，你拄到这代志哦，应该去报警才对哦。我甲你讲，真正朋友伊袂互你感觉吼安尼惊吓。对。啊是讲，伊真正甲自己传互伊。对，我甲组织也袂赴啊，伊就甲自己甲伊的相片拢传互别人。啊，只有甲伊的对面啊。啊，所以小朋友对家拢无斗相共。啊，是安怎？你知影？莫甲伊斗相共。伊在冲崩的，伊在直接去戏啊。伤过冲动就直接去翕啊！啊，你知影这件代志怪怪对不对？对。免去斗相共哦。我甲你讲，我之前有看新闻，有一个查某囡仔，伊就是甲伊个人资料传到迄个网友。啊，私密相片嘛传。对啊，啊，伊相片就死过甲伊传，啊，佮甲伊威胁讲，若是无互伊10万块，伊要对伊不利啦。所以你也是爱较细腻的啦。好啦，我知影啦，我以后网络交友我会搁较注意。真正要注意啊！好啦，队长，我嘛多谢你啦，啊，就互你来提保障好唔好？好。啊，你免惊，我讲我是其实足温柔的，吼，你尽量来提保障，准备好未？好啊。来，准备接招，准备噶！台语上练档，脸仔顶的2个人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作答的人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跋落来进前看又着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答片。若惊险，就赶紧落来休困，我保障恁就摕袂走啊！哦，台后台语上练档，双林国小的囡仔兄囡仔姊，你应该是第一届来到这个大兴河，对。来到阮遮感觉啥款？真紧张。真紧张哦。因为嘿。惊袂当摕到保障。哎呀，免紧张啦，伊法度安尼回答出来，表示伊台语能力袂歹。放心，尽量讲到机会啊，你咧。真欢喜的。真欢喜的啊！笑到这古锥的。笑到这古锥，我连咪互恁笑袂出来，因为阮就是专门袂使互恁摕到保障的。啊，安怎摕到大片咧？3分通啊摕到1题，6分通啊摕到2题。来哦，尽量讲，准备接招，准备噶！哦，来哦，几个字？第一题，
卡头。没让屁。你讲卡头。哎呀，袂歹哦，速度就快。来你好，啊，若是无这就无法度看影片。放咯，放咯。来你是一种动物好，啊，是真悬的所在才有诶。企鹅。你讲白熊，有啊，还大声。两个字，好，伊是破案的，破案。花瓜，啊，四地啊。那三字，啊是一种海生动物，啊是好食的，会厉害。台湾就我一个三把鱼。拉地都快宽了吼，拉地。两个字，我头壳听，是一种动作。看到我爱做的动作。行嘞，对，有嘞嘛。哎呦，行嘞，讲行嘞，拉地都快他厉害。是一种查某的，啊是一种新鲜。马祖。哎呦，哎，这摆几地啊？几地啊？三字是青地下底，哪小，我靠，对。来，几个字？红的，内底有籽，内底有枸杞、龟苓果，对。几个字？两个字，淡水有的，梨沙，天龙，哇！几个字？两个字，亲像到肥火车，好厉害嘞！是种是啥物？超强啊啦！怕死，好，来，几个字？三字啊，是骗人的，白茶话，讲啊，白茶话。来，几个字？海边，山你若是找无路，会当去一个福山时代。我头壳听。你过关啊？超强啊！技能啥是？数字。哎呦，冇地路啊！食饭的所在，会当食饭。三地，所在，菜菜店。哪里好？啊，外口是青色的。外口是青色。走啊！你是？喂你。杨姐。哇！哇，超强啊！可能爱先互因一个破声鼓励者，这应该太厉害啊啦！我感觉咱三个叫我八个就忝了。哇，甲用真正啪，激烈咧，解水，啊个就搞，就搞笑，哎哦，配合了爸爸，对，真强咧。俗语到肥火车，到肥火车。什么意思？讲互大家听者。就是无路用的意思。对啊，无效啊对啊。到肥火车哪有可能有效？嗯，哎，你搁知影摕迄个俗语出来讲，啊，俗语搁通安怎去讲互对方知影？古早人咧讲的。哎呦，这嘛是一种。袂歹，哇，伤过喊，唔捌拄过遮侪题对无？超厉害啊！ 16题。 16题啊！我真水者，2块大皮车体。大小公司你提啥哦？什么？肥乌甲马祖头。当一样诶。好，而且哇，我看咱真正爱搁较拼。好来，后一关，准备接招，听那个。甲我做伙耍。一位探险队员负责耍图，见耍一步，下底就会出现一条题目，其他的队员回答了，才搁继续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这乱去斗图，恁敢耍会转来？希望恁愈舞愈花，准备甲宝藏讲拜拜。啊，收起来！来，咱手甲伸出来，咱三个。进两三收起来，进两三收起来。我讲咻，秀起来，秀嘞，你无讲啥，我唱嘛，咱赛拢爱，唱吧袂吧，袂吧你看因啦，你做伙哎，讲看那嘛。做伙恁看嘛，恁看，看恁加油气势啊无啦？ 1、2、3，秀起来！有无？但是无共款啊，哎呀
马上来进行，安怎来摕大片咧？气氛有一块大片，全部拢刷掉2块大片，这里给你放弃个地。无遐简单呐！准备接招，听那个，来哟！紧刷紧刷，时间在行哦。哎，等下该上了，好。来，U 游泳运动。好，对，好来，后一个，快紧不要啊！乱耍，啊，较大声，你不要乱耍，来来。中。哎，你那头前的倒去刷哈，来，偶尔哦。来，来，不要乱耍。来，比较爽。哎，袂歹哦。你，无比好来耍。好，快紧，大家做伙数快快了哈，小朋友来家。来，要过去啊！哦，好来。安康对，来，厉害哦。安康，来，不要乱耍。嘿，时间哦，不，我袂歹啊，等等。赶快是哇，不要乱耍。好，我给你倒3缸，好来。来，加。该耍回去，你就过。好，小朋友来加。你该过去。好，来看下头前有一个 bit， 哎呦有哦7啊， ，7，啊够啥 bit， 哇，这把豆真水，水。唔免看，就是8分，8分就是2块大片，请睇。来，黑龙地啊，爱讲出来哦。什么？嘿，啊，还有啥？哎，来，大给你。拢一样的哦。哎呦，哇，哇，被收集起来哎哦。呀，这厉害啊，应该免个继续说。当然嘛，后一关你就知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看。选你无唔对，这关要来看影片，影片内底会出题目，恁就要来判断，看倒一个答案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一摆，就会失去2位队员。探险队，我就要来看卖，恁有偌高选。探险队员，你讲你是啥物队？哦，啊，因为通常因号的队名拢甲因有真大的关系。啊，哪会号这个名？因为阮学校就伫新竹县新丰乡，名叫做松林。哦，相林对希啦。望搁较侪人熟悉阮学校，啊阮学校足水的哦。欢迎大家来阮学校佚佗。哦，你这不然好哎。而且每一个人的情绪拢无啥同款。哎，介绍到真好这哦。先困呢。嘿，我跟你讲，即摆换另外一个姐姐，也甲姐姐要带恁去一个所在，安怎摕到大片咧？一题大片，2题就是2题大片，来做伙来看卖咧。大家好，我是台湾世界走跑跑探险亲像行走卡非常勇敢的王一家。今日来一个非常历史的城市，就是嘉义。听讲嘉义这个地名由来非常的特别，咱来问看卖附近的人敢知影？团长听讲想要了解嘉义的由来，找你对无唔对啊？无唔对，嘉义的由来咧，就是甲阮即摆吼当咧排演的迄出戏有关系哦。这出咧叫做《中义19公》。哦，有狗仔呢，狗仔嘛会当做翁仔哦。伊哦，其实嘛是这出戏内底真重要的角色之一咯。这边安怎人啊？这个大支的棍啊，就是咱手举的；这个小支的棍啊，就是操作伊的头，然后才有这个鱼仔线扭咧伊的尾扭度来，然后爱轻轻啊安尼。这个骹就会叮当。嘿，来轻轻啊，你试看卖我啊。试看卖。对。哇，真正足高追呢！哎，这只伫内底是啥物角色啊？
伫个中医十九宫内底即出戏咧，伊是主角伊的好朋友，伊叫做小二。小二，对，家己的即个十九宫庙呢，就是18个人，啊，佮有小二夹起来变做19王公安尼。伫清朝迄当阵呢，李家因的故事，互皇帝知影，然后皇帝呢就赐因一个家齐义姓的即个牌匾。迄当阵的人就取家，啊，佮有迄个义，即两个夹起来，落尾才变做即马家己即个地号名。是皇帝赐名的哦。毋过看到狗啊，我就互我想到一句话，叫做“狗驾鸟鼠”。安尼各位小朋友，你敢知影“狗驾鸟鼠”是啥物意思呢？是咧形容管伤济意思，还是咧形容足尽忠，为着主人，狗啊连鸟鼠拢会当加呢？狗驾鸟鼠，打鸟气，狗是狗驾鸟鼠哦，狗驾鸟鼠是管伤济，还是尽忠的意思？嘿，听谁你讲？打鸟气是假鸟气驾鸟鼠是安那？鸟的工课，嘿，啊狗搁去打鸟气，这无用啊。怪，足奇怪的，管伤济足假摇的，关伤济，关伤济，管伤济吼。关伤济，狗驾鸟鼠，恁的答案是？关伤济，敢安尼？哎呦！狗驾鸟鼠，恁的答案是？关伤济，敢安尼？哎呦！对啦，就是管伤济啦。驾鸟鼠是鸟咧鸟的驾，工课。啊狗啊创啊要来抢人的工课这无啦。用的。好，好，来哦，咱先来看卖后一题。共军听令，全力攻打竹罗城南门，冲啊！冲啊！野族人已经死了，让阮众人来安排后事吧。用以为民，介绍百姓，万世后悔膜拜。团长拄则迄出戏真正是足精彩，毋过其实有足侪在地人嘛是毋知影家己到底是安怎来的。哦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阮希望吼，会当甲即出戏呢，除了伫个家己即个所在推送以外呢，阮希望吼，甲即个故事推广到规台湾。即出戏内底的小义，就是迄个19公庙内底其中服侍的一个神明。即间庙内底吼，其实有一个真特殊的现象，哦，譬如讲有的人的物件会碰见，想要麻烦小义，因为人拢讲狗的鼻仔较灵敏，吼会帮人倒找物件，吼然后找到了后咧，会较来行愿啥物的。啊，然后佫有一个特殊的现象，就是有宠物光明灯，咱会当呢去到19公庙遮来帮咱厝的宠物点光明灯，保庇咱厝的宠物会当身体健康，然后莫破病安尼。而且我进前看布袋戏，佫有一种动作是安尼，就翁仔伫顶悬咧，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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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迄种你敢知影我咧讲啥？哇！爱着成功啊！遐尼紧，对，这是安怎用啊？咱叫做跳红啊。跳翁啊！要等的时阵吼，爱平平安尼蹲一下，然后再甲伊平互伊开，撑开了后呢，紧开，然后拼起哩，互伊后空翻拍一个，拍一个落来的时阵呢，即个空如果若有紧互开，咱就看会到，手就撑入去，就会当甲翁仔升起来。好，我试看觅。你会当试看卖啊咧。我爱有气势，安尼好，一两三，好，嘿，哎，足困难的呢，哈，哦，有啊有啊有啊，一半一半，但是手爱拢入去，好，啊，差不多搁牵一百盖就有机会啊。搁一拍盖，这真正足困难的呢。啊，你莫搁笑，你伫咧笑吼，啊无你家己来试看觅啊。你感觉什么人较有机会？我讲实在，伊啦，好啦，就你来啊！这你试看卖啊！也看哦，
哦哟，哦，差，加油搁较轻的，搁较轻的。班级数出来，哦，看班级数出来。哎，有感觉咧，有感觉，有感觉，有感觉。这边，这边。哇！有啦，安尼有啦，太厉害啊，跑过去咧，哇！赞啊！你要去人报第二啊无？对，拜托。有机会去拜师学艺对者，对你有天分呐！真正无简单嘞，想袂到第一关两块大片，佮加上这个 bonus， 会当摕到3块大片啊，真济啊！来，你讲去全部甲摕去。哦，还有啥？刷杯啊，阿哥，好旺好，大金鱼。当谁了呀？会使说你哎，敢你根本就是雕鼓人诶。嘿啊，真正是无简单啊！想袂到咱来自新丰、松林，个小朋友哦，那烧香干的啦。太子爷的来，家这边来伙，讲，会唔对啊？顺我食生，硬我食赞无。哦！到底敢有机会摕到宝藏嘞？请来教。哎呀，敢恁会着，敢恁会着？练袂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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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练袂着。练袂着。咱家因人较细咧，声三句就大声哎，的。我先点点。好，好，到底练会着啊？练袂着咧？啊，你有要耍威无？没看起来敢较免哦。好啦，手甲放去，可以啊，放我较轻松的。我们来开始的所在爱飞较大了超过一。空才有准绳哦。来喽，请飞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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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啊，要搞要搞！好的，哎，这边来加来颁加，奖！来加。恭喜他摕到的是趣味倒椅呀！来来来来，漂亮的日子。哇，漂亮的日子哦！对对对对对。漂亮的一天到底是安怎过的？这倒椅内底啊，有足侪性水的，还使训练咱小朋友吼对这个性水的判断，啊，一个人算就会使练习，啊，搁有吼，若是会使4个人甲6个人做伙算安尼吼，就真正足趣味的啊！哦，会下真侪人嘛，早等去分享一下。是，拄安尼一个班级，早登去4个练一个。变者，今日心情算起来啥款？真欢喜，真欢喜。欢喜。哦，交情算讲，会当讲是因的队长啦。就好讲的啦。对，听我讲，表现得真好。啊，你今日参与来心情啥款？真欢喜。真欢喜。拄开始的时阵有淡薄仔紧张，紧张。啊，不过就愈来愈顺啦但。是表现了真好。对啊，第一关就甲阮摕到遮侪关了啦，摕到遮侪题，真厉害。幸亏你咧，真好耍，真好耍哦，真真济，趣味。真趣味。应该是袂够紧张啊吼。无啊，恁继续讲台语，继续学台语，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我上爱台语。真高，真高。